務點能夠當場下播呢？雀雀啊，多謝阿恒迷啊，關注主播啊，多謝達達呢達啊，關注主播，多謝超瑪麗啊送出嘅粉絲燈牌，多謝 Anna Baby 關注主播，嗰陣做緊任務啊，你點落播啫？即係我唔係話純傾偈噶嘛。如果我就咁凍喺條街度傾偈，我一定落啦，我唔舒服。即係譬如就係聊下天嘅、傾下偈嘅，咁我肯定落啦。唉，唔舒服啊，走啦咁樣。但係當時唔係啊，當時喺婚紗街啊，當時喺婚紗街同埋做緊任務啊，未完成到啊，咁啊硬頂都要頂埋佢㗎。當時去到婚紗街，我記得我嘅目的地應該係萬科里，冇記錯嘅話。當時喺婚紗街啊，目的地應該係萬科里啊。哇，反正揦得好緊要，又揦又痛，即係佢已經係，即係感覺上我唔知睇落去會點啦。反正係塊面感覺到上好似結咗焦嗰啲感覺，一笪笪嗰種感覺。但係佢一笪笪就唔係結黑色嗰啲焦，啲汗一滴落去就好揦嘅。所以我而家好容易知道自己過唔過敏嘅啫。啊，好奇怪喎，真係喎！我而家真係即係簡單咁能夠分辨到自己過敏。我發現我過敏有幾個前序嘅，即係準備過敏嗰陣啊，真係有幾個前序嘅。第一，我會頭痕先。我首先過敏，我係頭痕㗎，即係個頭殼成個頭都好痕嘅，唔係塊面痕，係個頭痕。跟住個頭痕完一輪之後嘅話咧，到邊度咧？到塊面。但係而家我塊面咧，夜晚先會痕嘅，早上係唔會痕嘅。但係佢有啲咩感覺咧？過敏嘅時候，塊面好似沙子咁嘅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好似結咗一塊皮喺出邊啊！你夾硬去刮咧，係會刮到啲皮屑出嚟㗎。即係我而家咁刮，我係刮唔到㗎嘛。而家我就咁刮塊面，我係刮唔到皮屑出嚟㗎嘛，最多刮啲面油出嚟嘅啫嘛。但係我一過敏嘅話咧，個額頭啊，跟住同埋個鼻兩邊啊，同埋個面兩側啊，塊面嘅兩側啊，開始會刮到啲皮屑出嚟嘅，摸落去好似沙子咁嘅。臨過敏之前，準備痕之前，成塊面好似沙子咁嘅，即係你摸落去係鞋霎霎，感覺到好似結焦嗰種感覺。我就係準備開始發過敏嘅時候啦，就係咁噶啦。明白，我又係一樣，係啊，所以我而家咧一到嗰種情況，我即刻食氯雷他定，真係噶，一到嗰種情況食氯雷他定。其實阿雀雀，我仲懷疑有一樣嘢，真係信不信由你嘅。我仲懷疑有一樣嘢，其實我覺得係你唔知係咪食咗啲發物啊，即係你牛肉啊之類嗰啲啊，導致你過敏啊。其實你好多時你沖得涼太多啊，可能唔係個人痕啊，唔係，可能根本唔係個人邋遢啊，係你覺得個身痕啊。我以前都係啊，我以前又係逢係一到夏天啊，我以前一到夏天啊，有時同啲朋友啊嗰陣，即係嗰陣冇咁注意噶嘛，同啲朋友出去成日食生蠔啊，即係貝殼類嗰啲啊。一到夏天，成日覺得自己哇呢度痕嗰度痕，成日想去沖涼嘅。特別你知夏天容易出汗㗎啦，成日以為係出咗汗導致個人痕，其實根本唔係，皮膚過敏，真係皮膚過敏。特別過敏嘅人又係好怕啲汗㗎，我超級怕㗎。我一出汗個人就痕㗎啦。但係而家我注意咗，即係我而家好多嘢冇食之後咧，我就冇咁緊要。而家我出汗都痕㗎，真係㗎，出汗都會有啲痕嘅。我開頭以為自己對汗液過敏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最早期嗰陣啊，拗，成身喺度拗，以為自己對汗液過敏，其實唔係，應該係內裏嗰度已經過緊敏啦。你啲汗一出汗，你個人咪越整越痕咯。係啊，其實嗰個應該真係唔關個人邋唔邋遢事㗎，最主要就係個人過緊敏，一飆汗就痕，一飆汗就痕。係啊，都係一飆汗就痕㗎咯，係咁㗎，我都係咁㗎。唔係點解之前我話一日我冬天其實我就唔多愛沖涼啦，夏天其實我都係沖3次，冇辦法㗎。啲汗一出就開始有啲痕，啲汗一乾，拗到你咩咁啊！真係㗎，特別係啲汗乾咗啊！哇，拗到你啊，呱呱聲成身拗，我成日拗到成身紅晒㗎。
啲汗一乾嗰刻啊，拗到成身紅晒。但係而家冇，自從我都係嗰句，除咗豬同雞我乜鬼都唔食之後，我而家就冇咁痕啦。即係啲汗出完汗乾一乾都仲有啲痕嘅，但係冇以前咁緊要。我以前係成個身痕㗎，凡係出汗嘅地方周圍都痕，背脊又痕，身前又痕，肚腩又痕，係反正我拗到成身都係嘅。嗯嗯。清清解腻，營養又健康。冬天冇呢種感覺啊！關鬼事！我冬天就唔係身痕啊，係塊面痕啊，食錯嘢。佢分時候㗎，真係啊，分時候。一到冬天就塊面爆拆、撕裂。冬天一到過敏發作嗰陣咧，佢就唔係痕，佢係裂。我成日以為自己爆拆，我以為自己爆拆，以為咗好多年啊！即係成日諗，哇！爆拆冇理由爆得咁緊要㗎，係爆到開裂痛得好緊要嗰種感覺。其實根本就係過敏，根本就唔係爆拆，冇人爆拆爆到咁㗎。我以前冬天爆拆爆到好似撕裂人咁嘛，即係塊面係結嗰啲白色一層層嗰啲啊，嗰啲即係類似皮屑啊嗰啲啊，成塊面結到一塊塊嗰啲，係撕得出嚟㗎喎。邊人爆拆爆到咁嘅啫？其實就係過敏，就係過敏發作。我前段時間背上沒有啊，最近背上有開始生了，都係嗰句啦，你試下戒口啦，雀雀。唉，我都唔知點勸你啦，真係。我用過唔同嘅方式，換過唔同嘅角度，喺唔同嘅角度都同你講過都曾敘述過呢一樣嘢啦。咪你試下好似我咁啦，因為真係發現有一樣嘢，即係唔知點解我哋嘅直播間係特別多人過敏，人哋嘅直播間都冇咁多人過敏嘅。我發現我呢個直播間好似成個直播間啲人都過敏㗎，啲症狀都差唔多。即係講真嗰句戒口啦，真係㗎。我去到最後唯一揾咗方式，試過食藥，試過搞呢搞路，反正試過好多嘢啦，試過 N 種方法，最後我發現最有效嘅方式就係戒口，忍住。平時我而家真係㗎，即係可能你話覺得年輕人好似你咁嘅老人家生活，即係你試下戒下，你等佢退咗先。再去食，食完之後再戒咪得咯。但係戒佢一定要有一個週期㗎，真係要有一個週期。即係反正我就直情大部分都戒晒㗎啦，基本上我係唔食㗎啦。反正太辣嘅嘢我唔食，花椒八角嗰啲咧我又鼻敏感，又唔食得。反正基本上屋企嘅餐單，我除咗豬同雞，真係㗎。我而家屋企嘅餐單除咗豬同雞，大部分我都避免食嘅，大部分真係㗎。魚我唔食，貝殼類我唔食，反正天上飛嘅水裏游嘅我都唔食啊。淨係得豬同雞啊，真係都唔知點講啊，淨係得豬同雞啊。水裏游嘅我唔食，天上飛嘅我唔食，乜 Q 都唔食啊。反正鴨都得，我唔得，咁奇怪喎。鴨啊食得嘅喎，鴨冇事嘅喎。我食過好多次鴨都冇復發，我唔得，我一樣會舐嘢。雞也會飛啊，飛一下，嗰啲叫跳一下就係佢。多謝龍龍粉絲燈牌，多謝心魚啊，我都係㗎。天氣一乾燥手就開裂啊，我又咪咁，之後就慢慢埋口，我又咪係咁。但我戒咗口後冇咁緊要喎。阿飛燕真係㗎，我自從戒晒啲過敏嘢之後，我隻手冇咁緊要啊。我以前逢係到冬天兩個位置最誇張，第一塊面，第二隻手，我爆到好似個80歲老人家咁啊！哇！我唔知揾唔揾得翻以前張相咋，我以前影過，真係唔知道揾唔揾得翻張相俾你睇㗎。我隻手係爆到嗰啲，爆到結焦結到好似個80歲老人家咁，真係似80歲，唔係講笑，成隻手全部都焦嚟㗎，又痕喎，一到夜晚就搲。你知唔知啊？一到夜晚個手背面啊痕啊，死拗死拗死拗，拗完一輪出晒血啦，朝頭早就結焦，結完焦之後你知啦，啲焦慢慢甩，啲皮又睇落去好似80歲咁啊嘛，但係一到夜晚又痕。其實嗰啲根本就唔係爆拆，真係唔係爆拆。
甜又酸，唔係啊，佢同你個味道唔關事㗎，即係只能夠咁講咯。辣嘢盡量少食啲，特別係花椒、八角、辣椒啊嗰啲啊。辣嘢盡量少食啲，但係最主要都係魚海鮮類啊，魚海鮮牛肉。因為我自己試過嚟㗎，我唔係話而家先過敏啊，我係有好多嘢我試過嚟啦。食鵝係唔得嘅，一樣會發作嘅。食鵝唔得，鴨係冇事。即係我會計住，因為我唔係連續食啊嘛。我即係唔夠膽連續食啊。我係先食下鵝，我第二日我會食翻豬同雞㗎啦。但係通常我過敏我發作得好快嘅。通常我過敏啊，我發作得好快嘅。我通常我朝頭早食完，我下晝就嚟㗎啦，即係唔使等好耐嘅。我夜晚食完，我未瞓覺之前我就嚟㗎啦。即係到我真係消化唔到嗰個量啊！一到我消化唔到嗰個量，我朝頭早食完，我下晝就會出事㗎啦。係啊，我如果係夜晚飯食完，我臨瞓前一定就會發作㗎啦。食雞冇事，食雞冇事。色絲吻唔得㗎，我日日都食緊色絲吻啦，你以為咩？我哋成個直播間啊，大部分人都喺度食緊色絲吻啊，咩撲爾吻啊、色絲吻啊、乜乜個個都喺度食。唔得㗎，嗰啲藥會越食越純㗎。喂，咁啊，各位街坊，我就大概2點鐘左右落啦，2點。咁啊，今晚再同大家直播啦。係啦，但今晚大概7點8點左右啦，好嘛？係啦，今晚7點8點鐘左右就再同大家直播啦。係啦，咁我就先返屋企整頓一下，休息。同病相吸，係。真係同病相吸啊！個 Q 個都過敏嘅，妖個個都差到鬼咁。原來學成又係過敏嘅，死啦！飛燕又過敏，雀雀又過敏，我又過敏。原來學成又係過敏，唉！有冇去整理個副卡？我未去啊，我諗住休息嗰日先去啊。太攰啦！平時放工，琴晚又搞咗成晚，我邊日有？我琴晚搞到3點啊！我琴晚搞到3點幾啊！今朝9點幾鐘我又醒咗啦。係啊，唉，真係過敏天團啊！我哋呢班真係同病相吸啊！善緣講得冇錯，真係同病相吸。即係我為咗過敏呢樣嘢，你睇我戒咗幾多嘢？我為咗過敏，你諗下我戒咗幾多嘢？平時你睇下，即係除咗豬同雞，我乜 Q 都唔食，我真係唔食。牛我都話牛，我已經幾個月前啦。牛我已經係幾個月前啦，未食過，由頭到尾冇食過牛。係啊，喂，咁就係啦，多謝翻今日嘅街坊，多謝3528，多謝學成，多謝飛燕，多謝肥米，多謝雀雀，多謝峰峰，多謝善緣。喂，咁啊，各位街坊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有咩講，留翻今晚再講啦。係啦，各位街坊，今天晚上再講啊。今晚我會開播嘅，今天晚上真係開播啊！大家留意下直播間啦。咁就今晚見，我翻去瞓一陣先。琴晚真係唔係好夠瞓啊，翻去沖個涼瞓一瞓覺。今晚見啊，各位兄弟，今天晚上見，拜拜，拜拜。
想来北京跟我认识一下，左上角一分不花，点个关注就好了啊。这个关注不用花钱，你北京有我了。我能在直播间给你推荐的任何吃喝玩乐，都是正儿八经根红苗正的。我不给你们推荐任何的网红店，我只希望你们来到北京能尝明白北京的味道。大家可以顺便关注一下我的榜2大号，点开榜2写着小明出去，120万粉丝是我本人。我既是北京的100万粉丝美食博主，我也是北京的老字号推荐官。榜2的大号是每天早上，小明是早上起来开播啊。现在直播的是我家小号，小号是每天中午12点半现场开播。对的，北京穿短袖了，26度了。正前方是鼓楼，鼓楼是北京城的标志，晨钟暮鼓。今天我从钟鼓楼给你们逛逛胡同，讲讲四合院，讲讲大杂院，给你们讲讲北京小吃去哪儿吃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连鼓楼的正确打开方式、照相，我都告诉你们怎么照相啊。咱们先过马路，我们现在过完马路就到了北京西城区、东城区了啊。现在是西城区，正中间这就是我们的鼓楼啊。鼓楼是700多年前形成的，也是北京城的地标。元大都建都北京时候先有的钟鼓楼，有的中轴线。我们刚才从什刹海过来，什刹海是北京的西城区，这条过了马路这个位置就叫东城区了啊。所以东西城区是北京的核心区，2环里没有环了。说98%的人来北京旅游啊，就是因为不熟悉，所以容易逛错了街、吃错了饭、住错了酒店。但你从认识我以后开始再也不会了啊！每次看完我的直播，你们来北京可以自由行了，北京旅行再也不难。北京有小红，大家记得左上角一分不花，点个关注啊！这个关注不用花钱，但是你北京有我了啊！全年365天现场走，一边走一边讲，包括连照相怎么照。今天我给你们讲讲北京小吃去哪儿吃，我再给你们讲讲胡同里边的四合院怎么看。所以认准这条街啊，钟鼓楼的2层跟你们有关系，待会儿我讲讲2层啊。对的啊，那大家顺便关注一下我的榜2大号啊，点开榜2写着小明出去的120万粉丝是我本人，我既是北京的100万粉丝美食博主，我也是北京的老字号推荐官。榜2的大号小明出去，每天的早上起来开始直播啊。那明天早上呢，小明给你们直播北京的前门大街，跟你们讲讲北京住在前门核心区，酒店才200-300、198的酒店，让你们来北京的成本一下变得特别的低了啊。北京旅游不认识我，你们会花很多冤枉钱，吃错了饭，对的啊。但认识我以后呢，你们会发现，哎，以后可以自由行了啊，来北京旅游再也不难。所以榜2大号可以关注一下啊。紫光园奶皮子放车上会化吗？放火车上啊有点难啊，因为那个需要冷藏的啊。你们想买紫光园的话呢，点开我的头像，去我的主页橱窗，我是顺丰冷链给你送到家，没必要从北京拿回去啊，味儿都变质了就麻烦了啊。这个角度适合照相啊，这是第一个推荐。钟鼓楼的照相方式在这个位置，你们截个图，这叫一眼钟鼓楼，因为只有这儿能把钟鼓楼照全了啊。左边是鼓楼，右边是钟楼，这个角度专门照钟鼓楼。那我是北京第一个户外直播讲攻略的人，讲到今天直播了6年。对的，我的每一场直播带你们走的是市中心，给你们讲的是来北京的避坑指南、注意事项，让你们知道北京小吃去哪儿吃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儿，让你们知道来北京住在哪儿性价比更高，让你们住在前门大街竟然才花200-300，住酒店198。所以想了解这些内容的话，你跟我先认识一下啊。左上角一分不花，点个关注啊！千万记住，这个关注是不用花钱的，但是你北京有我，以后省了不少钱。我从来不推荐民宿，为什么？因为北京城啊，你们来了是玩来了。对的啊，找一个连锁品牌、一个干净卫生的酒店，经济实惠200-300，比什么都强。民宿的话，您又不熟，住错了地儿啊，或者住的那个老板不咋地的话，你说你来趟北京还不够窝心的呢啊！没必要去专门挑个民宿住酒店，挺好的啊。那我现在跟你们说的这个角度啊，鼓楼一拐弯，这个就是鼓楼一拐弯姚记炒肝，北京人的早餐啊。赵磊那首歌《鼓楼》唱火了整个鼓楼，鼓楼的一拐弯吃姚记炒肝当早餐就好了啊。我们今天的直播才刚开始，给你们讲一个完整版的北城攻略。如果你有时间在我直播间待个8小时，你就能了解了1/4的北京正确打开方式。我们从鼓楼后边有一个正确的照相的位置，我再给你们讲个小窍门，你们用我这个小窍门来北京玩一趟，这辈子忘不了北京。所以欢迎大家跟着小红漫步北京城，了解所有的北京吃喝玩乐旅游攻略。北京旅游啊，说句实话，认识我以后你们可以自由行了啊，没必要找个人报个团，花那冤枉钱干嘛呀？北京城本来就不大啊，所以今天带你们好好的走一圈。想来北京玩，跟我交个朋友啊，左上角一分不花，点个关注。有人说小红，我想天天看你直播，我怕找不着你怎么办？对的啊，特别简单，这儿有一个桃心儿。左上角这个桃心儿，你只需要点一下，花1毛钱加个粉丝团，这1毛钱你就认识我了，你是我家粉丝团成员。一旦我开播，你会有开播提醒啊。以后有任何问题在直播间问我。我们左边这个墙是什么呀？北京4大红墙之一。这个
红墙叫鼓楼红墙。北京有4个红墙，一个是鼓楼红墙，一个是对的啊白塔寺红墙，还有一个国子监的红墙，还有一个历代帝王庙的红墙。这个红墙特别适合拍照，有一种岁月的穿梭感啊。那我们现在走到哪儿了？这条街就是我们的鼓楼的后身了啊，这叫鼓楼广场。鼓楼广场是北京大神出现的地方啊，很多胡同里的大神在这儿会有各种的打把式卖艺的啊，所以你要赶上好时候正合适。那正前方是什么呀？正前方是我们的钟楼，钟楼娘娘的故事啊。这个钟楼曾经是北京的表，对的，早上起来3点到5点敲钟，所有人都起床了。那后边呢就是我们的北京城的标志，我们的鼓楼，鼓楼是木鼓，晚上的7点到9点敲鼓，敲完鼓的话，所有人都干嘛呀？睡觉了啊。那我给你们讲个小窍门啊，大家记住了啊。鼓楼这有一个卖票的，这个卖票的是20块钱上鼓楼，千万记得下午3点半买票，因为你下午3点半买完票的话，可以在鼓楼的2层欣赏一场北京的日落。北京有2大日落啊，绝美。一个是广场看将旗，然后欣赏一个广场的日落，还有一个就是鼓楼的日落啊。鼓楼你们上到2层3点半买票，在4点10分左右登上2层去欣赏那场日落的话，叫什刹海日落，那是北京绝无仅有的一种日落的模式啊。看完以后你们这辈子忘不了北京，所以大家会发现来北京之前不认识我，你们自己叫瞎溜达、瞎溜达、瞎逛、瞎玩；认识我以后，突然发现北京旅游可以玩得如此精彩，而且认识我以后来北京，每次能省个1、2千块，这就是看我直播的价值。所有的朋友们记得啊，左上角1分不花，给小红点个关注。全年365天的现场直播，每一场直播都能让您了解更多关于北京所有的问题，而且有任何问题呢，打在屏幕上可以问问我啊。那大家也可以顺便呢关注一下什么呢？关注一下我的大号啊。那我们现在给您看到的呢，就是北京的现场直播。对的啊，眼前就是我们的钟鼓楼啊，我连照相的点位都告诉您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对的啊，2个照相的点位。对的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榜1大号啊，点开榜1写着小明出去的120万粉丝是我本人。那我既是北京的100万粉丝美食博主，我也是北京的老字号推荐官。榜1大号是每天早上开播，明天早上7点半我给你们直播前门，告诉你们住在北京核心区2、300的酒店，让你们去前门去广场看升旗，走路3、5分钟。所以明天早上呢，我的大号开播啊，关注一下榜1小明出去啊。那咱们今儿中午的直播呢正式开始了，这里是小红小明带您逛北京。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核心区的鼓楼，鼓楼一拐弯。那我们从这儿走的话呢，给你们推荐几个小吃，这几个小吃店对你们非常重要。以后你们再来南锣来后海，千万别吃游客吃的饭了啊！说不认识我来北京叫旅游，认识我来北京叫玩，截然不同。那我们今天从这条街非常重要啊，这条街叫什么呀？叫鼓楼东大街。在历史上750年前，这条街就非常的火爆，而且这700多年前这条街没变过样啊。那正前方连着好几个小吃，很多人根本找不着。大多数98%的人来北京啊，都是瞎吃瞎溜达瞎逛，花了冤枉钱了，吃错了饭了，住错了酒店了。但你们从今天认识我以后再也不会了啊！全年365天我的现场直播都是边走边看边讲，做直播到今天5年了6年了啊，累计看过我大号直播人超过1亿人，所以北京有我，旅游再也不难。大家学会了左上角1分不花点个关注，以免找不着我啊。